好多創業者被傳統思維鎖死，覺得做酒水生意必須先賺幾十萬囤貨，還得租倉庫招搬運工。其實呢種重資產模式早就過時啦，真正嘅高手都喺度玩輕資產。降維打擊雲倉酒莊嘅加盟模式就係個典型案例。佢直接將最累人嘅倉儲打包同埋物流環節全部雲端化，你根本唔需要碰貨，一件代化，不僅消滅咗庫存積壓嘅風險，仲能夠讓你從繁瑣嘅供應鏈裏邊徹底解脫出嚟，把精力全擺喺搞流量上。唔單止如此，佢連技術門檻都幫你推平咗，免費嘅網店系統加上獨立商戶賬戶，訂單物流隨時都能查。哪怕你對營銷一竅不通，總部直接投餵統一嘅宣傳素材同埋短視頻腳本，甚至用 AI 工具幫你賦能獲客。從酒品知識到門店管理嘅全套培訓，更係手把手教學。想喺輕資產賽道彎道超車嘅朋友，趕緊點讚諮詢，雲倉家族等你嚟戰。